去吗？见将军啊，你为他们请。老百姓，东乡快快女将军啊，究竟
不要求生保育，则许下宏愿，今得生归来，这些风月神物携身燎原。从今天起，勤节3天，燎原之贼，停止一招，凡入境之处，不论居民臣等，一律不准推开于门。为何死又不为你老贼，他却说我发黑从军。年轻贼转过，年轻贼一掌啊！转光贼，哎呦，转算了，我去拦我不了，我和玉梅娘娘又不为死的，我还是为去做啥一去？喂，真仙了！这旁当我没有下令，我还是回家讨我个孙子去。玉梅娘娘看不到，我还是回家看我自己妹妹去。真是少有的其实
文昌国的兵马，有没有这么多空呢？老是在原地，嘿嘿，相公，鱼了，我不得鱼怪哟，快点进去嘛！我进入洞里，自己观察，报道大领导，春晚的是真的是不的呀！好啊！层层都是门团，你要去看，看着女将军，请四位贵相公，
下去，咱俩二娘娘小命冤你找我回，你躲在神雷底下偷看而讲，难道就站立不得？二爷娘娘，小命并非来推脱娘娘的，万王娘娘她不是被杀我一命，愿娘娘复仇秘密，自身我呐！嘿，万亏不言。哎呀娘娘，小命并非无业，我实在是吓昏了吧！你基本不是先来偷看而讲，为何要躲在神雷之下？请娘娘息怒，用小命讲来，讲。小命本自相你的讲下去。是啊，作为今日是个对呀，要慢慢的从上面讲下去讲。小命本自相张小儿。
去吧。哎，是。娘娘，这就行。不管是没有看到娘娘啊。娘娘不是你，为什么不谢谢他？哎，这样前天三个老娘欺闹一场，与并不利。我小命我怎样为了父亲娘娘不战之当是一个自情爱的小子。张秀儿。求请娘娘不战之恩，愿娘娘半年富贵罢了。张秀儿，再请娘娘不战之恩，愿娘娘谢谢平安，去吧。张秀儿，再请娘娘不战之恩，愿娘娘什么？愿娘娘诚心实意。
这上面宝笔就是我儿听凭子，让我儿要好好珍藏呐。弟弟，儿啊，今日私耕之本去东岳庙念想，到中内位路上辛苦了啊！王爷，年年去念香，本当早好回来了，偏偏在庙中见到了。在庙中见到了什么？儿啊，见到了什么？神来对下，多着你不神。好，竟有这样不怕死活的人！儿啊，此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？是年轻的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男的。你可曾见到他？见到的。他可能见到你？家文才，你将此人拿来与我牵到万国牵到。是。你儿把他放罪了。儿啊，这是为什么？弟弟用的。想想我们赞他不得。你将他保留，似乎到忠贞相助，深深的镜子，纵然不乱的了，也给官司上任。好像女儿，看谁一条，张权王王安宁影响，太王把土气。滚啊小跑，不小跑！你是王宫的女妹，为避难，怎能够轻易之人借用啊？他和弟弟娘娘传着去，把王家的尊严一旦。曾经从死去世间谁看去？一直为我多拿他女儿的做事太狠心。小妹有妹，但愿我为他去了。娘爷，女儿，王爷，我来问你，那个年轻乡民姓什么名字？生意忘对了，王爷你再问他做什么？你我讲，他叫张小儿，家住哪里？是在什么？哈里哈达，手哈是在什么？哈达门外，哈里木图。哦，哈达城。什么哈？哦，哈达门外，哈里木图，哈达城。知道了，下去。
令张小儿再来接我。是，他上门话，他里无度，无里无度。小儿张小儿，你让老夫考得无里无度，老夫就叫你死得无里无度。娘娘，承蒙先生芳心善良，请问殿下辛苦了，还不仔细关心，你们细细去。强姐，娘娘我在生气你。是啊，谁叫你说话总不认识？我想等他的事情讲解我方，才知道王爷会这样大惊小怪。娘娘，慢一等，我说你呀。老百姓总是不给，都是你知道了一些，非要讲才能再痛快。以后呀，可要改改了，不然我再也不管多讲了。你们万在这里。
我
你神似光辉，用眼交财，真是无名啊！王爷，我医生来了。令他觐见。是，哎呀，弟弟，先生来了。有病怎能不可一可一可？请王爷。罢了，先生请。那是娘娘7岁有病啊！哦，那是娘娘7岁有病啊！对，小玉有娘娘7岁爱嘛啊！牙关唧唧，我这里有很多良心，请爱在娘娘7岁的梦中没写到朱红玉了啊！知道。朱红玉了，知道。先生啊，你娘娘7岁看病，可要谨慎仔细才是哦。请王爷7岁放心，须是与娘娘7岁看病，就是与平民百姓看病吧。小姨当绞尽脑汁，费尽心血，哪怕是风声闪过，遇到的病人处理哦。娘娘7岁的病源，你要推却得准，千万不可乱下定论哦。不小王爷7岁吩咐，小姨是有疼此训，事情们是3思2应哦，事们是3思2应哦。吾是今日之君铭记在心，非是小姨在你王爷面前夸口，不论他比小比。聪明气明，我是你来自真火。先生，你还跟我说了？我们是病快娘心啊！娘娘开病不病，你过一声看一看就知道了。王医生，娘娘说你什么病？思下非想，思君非君啊！娘娘7岁，没吃进我。哎呀，秦王爷，您请高兴，您请先生，听先生你，我儿司机已经私下陛下，司机会不他为儿生气，为儿笑，我比真的得了什么公平了啊！哎呀呀呀！都在那个城寨底下的张小儿下来一下笑歪了哦。我进宫责令升朝，奏王爷。王爷，今晚老祖了。这到底是什么病啊？一位儿兄。
期待花草送尘埃。
你的行业，你怎么会知道的呢？我的王帮道官，我怎么行？帮帮我是白不特的，人家讲的，我倒还记得一些。好好好，人家讲些什么？快快告诉我。想过。妹妹娘娘，朝阳烧香，当官的应我到去到。可人去呀？观一观云南黑莲花，为什么呀？我都想到我对，你想我这一天，我忘记了。哎呀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老二妹命的一样是风子的，甚至这场最下最近来用两方，接着王爷泄露之法，立刻进宫兵临君王，早已观你公子爸爸，嘿，相公，我与少你哦，烧什么？可好兵分中国国王不有为官王金钱粮，相公，外面啊，外家也要特别重赏，年龄相仿，稍微都长，年龄相仿，稍微都长。是真的吗？真的呀！官王帮去为什么？哎，风家境啊，风家境，要是你有一些也能通一套，那该有多好哦！哎，那玉梅娘娘的配音生得好花呀！啊！哎呀，妙啊！妙啊！哎，飞贵，这样的呀，像会安心读书了。小果，我看这个玉梅娘娘万死了的好。那这么好让他死呢？哎呦，那怎么好让他死呢？我这里花到南端相思黑，那里林带来的心儿里，若苗一起心相印，同心相印情更深，看你到心灵只要心呀意，家里满心不记灵才别鬼，小童去知道。去吧。哎呦，小果，我有自己的话了，我没有帮你。好好好，你我快些说话，君子立即我摆堂一往回来。你我外头一毛为来。王爷，升堂来了。王爷，升堂来了。王爷，升堂来了。这个回来了，升堂来了。去万王等了，结果
不错之理。谢王爷，小爷方是高错。请问先生真姓大名？万生姓许，曹氏君家。许金家，许医生。不知许医生是哪一位名医门下？小爷乃是家传，我也是提酒来了。提酒来了！哎呀！这先生何因倒不像是本地之才？小爷乃是他乡云衣而来。半生不肯死，一家你当梦，嘿呀！此次有了。
待小爷特下须知。先生，你特许责任。王爷有所未知，娘娘气色有病，凤体听顺许宗，春雪登楼脚步沉重，天要尊同人班。惊动娘娘的凤体，凤体惊动，马跳就要杀场。这样一来啊，就难争夺娘娘气色之地了。哟，先生真是细心之臣呐！这是他下训之有牺牲振作，是本来于心不安呐。为了娘娘气色，我须些许小事的。此先生请。王爷，且慢。先生你又有何事？王爷有先见之明，我用小爷讲的呀。老夫一直到想不起来了，请先生明讲吧。恐冒犯王爷，王爷祖宗村的须知嘛。你也有老夫特许，恐有失王爷问题呀。这是老夫特下训子，就不为应责了。这个小爷也知，这是咱春雪等人嘛。这，哎呀！这样吧，请先生一人等了，老夫在进厅设宴等候。小爷真命，先生请。哎，王爷，这是的吗？是的。还请王爷一同上来的好，先生王爷一同上来的好，王爷一同上来的好。宋王爷，桂林西河柳暗光，一见面是也平常，长君可万把儿断肠，他大儿东流长。要是再这样拖延下去啊，岂不负责一场大病？
二妈的吗？是吗？怪不得俺这个娘娘之病了。说话真假？我你是个聪明人，难道此人为龙不亲？小小两根红罗线，俺妈真为俺得真，这都是容易不能黑平家，难怪娘娘平不起。从马挑地，强说夸慢，下不平静，必须要按的正强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如果稍有不正，岂非无为平人？哦，谢谢按马，其必不测，那是风采先通啊，吕般正通啊，这样怎能端正其平？我们徐家是从来不有这妇人之气呀，是吗？那就得乡村取自平时恩马，顿平四神，方能压到平此。哎呀，对，许先生果然是个高明医生。我有一点小本领，万贯前来绝报。乔连记。还是请娘娘平时二妈的好，这个娘娘不肯理喻。咦，你只要表明我的来意呀，翠啊，坤平我有什么来意呀？喏，来意真诚啊！好，徐先生往面上来，让我去试试看。乔连子，娘娘，徐先生是气血混马，难以中我病因，需要平水混马。你不知道这里是工人吗？娘娘，你当你徐先生与你坤平的来意真诚啊？坤平我有什么真正不真正？娘娘。先车中轻轻走着寒鸦风，你是一个女英雄，只有你的堂风，春暖自上经过几人情当中，徐先生，请。娘娘在场，小爷薛亲家拜见原娘娘龙体早日见于徐先生，快与娘娘问了吧。哦。徐先生，娘娘的凤娘与师母添了吧？是的。娘娘时常头昏不晕吧？而总关烧不关烧，是不是是人是人？但愿人也不退吗？徐先生，娘娘身体松平，让小爷再按一马。好，请。
生，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据小爷看来呀，娘娘是暴食腐患。谁料你的腐患并未这么重啊？杀到针对旁的病菌，完全看过娘娘脸上的气色时候啊！什么？我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？这个你别你心里虚荣于我，巧莲不要困了，把它滚下楼去。是，巧莲姐，分明一派没有钱了，心中娘娘不要不了，不滚下楼去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巧莲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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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傻的你，巧莲姐心里心里满包，巧莲姐，这里。你怎么分？哦，我是娘娘推病的徐先生啊。徐先生，此人好面熟。巧莲姐，巧莲姐，巧莲姐，你看这位徐先生呀，好像是在东方庙中见到的那个张小孩。我也是在女性，我的徐先生才是张小儿。你的娘娘谁呀？我们一起去看看情况，快快快！就是徐先生，真是世人难猜呀！莫不是杨子孔子到来同二人，也是生得一团呀！莫不是张小儿徐先生，心儿都是应真香，交伴相应尽了中。
娘娘面色脸红，此乃非的受苦。必心一路情谊，必听先生虚情。是啊，我家娘娘一定是在东岳庙中配了个黑生的张小儿，小儿也下出了监了。哎，娘娘难道把军中尚且不怕，岂会怕那个短命的张小儿？呀呀，二位姐姐呀，这叫做无风不起浪啊！许先生，这叫做富贵不生平啊！许先生，娘娘到底生了什么病？事情虽然已是娘娘的品饮，万事不能服下冷端。为什么？需要困苦受伤，才能下端。困妻是为段宁静，困神色之臣。娘娘，快神神更出于妻子呀！我已见得。那天子进城常与神有地，子进城常与福国，神子进城常与商谋。常言道我中原神，为了神宗，本来投资竞争，我才能对进平民，还能此结平根，事不宽商谋，就难自进行了。此次徐先生，你来困吧。
小一辈气，娘娘请神。史先生，禀司。娘娘服药之后，可觉得轻松一些。徐先生那是什么意？我家娘娘啊，已经不药而愈了，不药而愈了。啊，娘娘去世，今天命小爷上门，不知如何吩咐啊？徐先生，我有一事同问。娘娘请讲。徐先生，你真请哪？哎呀，娘娘，徐先生当然是姓徐的喽。你租借何处？哈大门外什么地方？哈里五度，哈大城。哈大城，哎，哈大城啊！主上诸务顺利，主上不得其礼，我已身体就退了。主上共有几人？家里共有6人，哪几个？爹的母亲、兄长嫂嫂，还有小姨我。你说了5个，问少一个呢？还有一个是妹呀。啊，娘娘去世，你问这小爷这样仔细，这人哪？这
向你叫唤一声，三番两次前来戏弄于我，一当何才？二爷娘娘，小姨我自己是徐先生啊。你为什么不顾生死当？
请得娘娘为民光，有请色娘娘才貌似扶上，我心好奇有一件，因此小办进庙堂。你进庙为的是心好奇，为什么也要把你来去帮忙？有什么不关键？哎呀，你不管我们这句话不关键了，请放心。是。家珍亲来到府上，谁知王爷不允婚，说什么娘娘的婚姻非寻常，许亲万岁做子长，早一个吩咐现在的长院。心气恼，反把药生这一场，我从此无心读文章，一片思念却难放。错在得知娘娘命，有文挂上早已把我喜太强。娘娘自凭今生长，有团相呀天根缘，因此我他单办一类结帮。请娘娘仔细地观看。你想当好为奴才，哪里把你讲明，我也可以帮关心。陪我前去刺伤林我妻子为此还来呀。
岂敢叫唤一声长进宫的喜怒娘娘催完前要，我与上殿进家去吧。放下了。是。嘿。王爷将徐先生把我关上去了。两辈子为他儿子求情来了，容他一见。是，王爷有令，命封内上觐见。家
不求为父，痛杀生也。弟弟，孩儿不孝，连累告他，这是儿才不给干，还求爹爹司法救我。长久宫内戏弄娘娘，为何救子有？弟弟，儿是结帮一品，何为长进宫内？愚昧谦虚两元，真是戏弄娘娘。此话当真？娘娘岂是生命宝贝，也让儿修建弟弟乾坤。小奴才，你的骚货不小哦！下官封来上拜见我爷亲属。好了，奉他人要进本案为了子。千不是万不是，只怪下官的不知，不给病人教之不报，从此有道。今日我得到法上有王爷千岁陪礼来临。素闻封他人自驾年进，教子有望。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他身败后才叫唤一声长进宫内戏弄娘娘，给赞不给赞？完了这样，明天拿这礼给问账。对呀，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他正为长进宫内接了王本儿了，他接了王房内这位娘娘千岁宽平儿内，正是他戏弄娘娘。既然我儿戏弄娘娘，娘娘为什么不将他定罪，反而趁他放言暴毙？这是下官的教子无法，宛如王爷千岁的自家不言呀！老贫妇，尽管在法堂之上当修的本满老板娘的来呀！将他轰掉下去，将封家境开刀。是。
一直不乱听，你把为吾当作算我去不怪他走，我亲自来你来你来你。皇帝诏曰：刘天华所追封家庭乔办一生，长情共人，昔荣愚昧前所也是先系皇子，本应将才。5年潘家动言参将功所在，今国王奏旨将愚昧之身匹配于封家境为妻，今日万婚请赐谢恩。万岁万岁万岁！我一千岁，封他臣，请将，请哦！
红儿帮我一生恨，到条我一生稍微有心要去见与将军。真乃是啊，王法调了不用心。为什么你到底不过去？信不信我？菩萨看不到女将军，精神光子收神。请示诸位，先光子公园庙科就在我读书的文昌国家边吗？有没有这么不同呢？老是在原地。相公，鱼呢？我不得女怪我，快点进去嘛！我进入洞里，我进洞他，报到大领导，春晚的是真的，是公的呀！好啊！层层都是门团，天高去看，看着女将军，请四位贵，谢谢我，谁不为文昌宫去吧？
可怜我有8三三。
哎，是。好一个不识时务的张小儿，娘娘好生值得皇帝委屈，我要屈原复位。娘娘有所未知，外面御林军密布，小民出去实是难保命啊！巧言，吩咐御林军让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是。外面御林军听到娘娘御令，放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是。张小儿，你好好委屈嘛？哎，是。娘娘，再叫出香。不完事，我要看到娘娘啊！我娘娘不在，小妹妹人偷袭他们，要是为得家去，我娘闻起就有听了，这哪女不？娘娘不是你，为什么不谢谢他恩？这样亲自找到老娘祈祷一场与平不离，我小命我怎样为来父亲娘娘不沾之恩？当是一个自情难离的小子。张小儿，叩请娘娘不沾之恩，愿娘娘半年富贵。罢了。张小儿，再请娘娘不沾之恩，愿娘娘谢谢平安。去吧。张小儿，三请娘娘不沾之恩，愿娘娘什么？愿娘娘诚心实意。
谁呀？哎，你这是意思谁呀？大伙我到你子一哈。有俺老丈相告。好，喏，这位吕将军名叫吕金平，他的母亲吕天华，海口之乱取出走，谁知道海口曾骁勇，三把官兵来围困。吕金平得一心，马上领兵去救营，不但救了吕天华，还把那海口也扫平。今日办事为朝来，惊动了满人老百姓，都想看看女将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。女将军啊！我你可几个？喂，老百姓看王王喽！老百姓看王王喽！大明嘉靖皇帝为玉妹亲夫公子刘金平。你这是女的吗？与沧州四才东岳庙求生宝玉，曾许下宏愿，今得生归来，这些风月神物携身燎原。从今天起，情节3天，燎原之才，停止一招，凡入境之处，不论军民臣等，一律不准偷窥玉妹。为何死有不为，你老贼把缺少我发配从军。你亲在转过？年轻贼一仗啊！转光贼！哎呦，转算了，我去拦我不了，不和玉妹娘娘有不为事的，我还是回去做生意去。喂，真仙就是你了！帮忙我有下令，我还是回家讨我个孙子去。玉妹娘娘看不到，我还是回家看我自己妹妹去。真是所有的其实经过英雄与将军同
我看这个玉梅娘娘一定不会好过。为啥？咦，有玉梅娘娘身样天仙美女一样，皇帝也在面子里，你让大家去看你。哎，我看这个玉梅娘娘不是蛮子吧，就是汉子啊，不是花子吧，就是特别子。皇帝为了爱面子，所以才不让大家去看你。我讲不是的，一定是好看。怎么难过？难过？哎，嘿，相公，到了年前那天，你带我们去看，好吗？去。两人相公去。三对啊，三对，是我们相公的。对，我们相公是五上祖父来当的儿子，才不能相公，有过来吗？那，万岁城的王八，官家之子也是要杀腿的。哼，你只能胆小鬼。哎，相公不管去，你管去？相公不管去？哎，相公，你管去吗？哎，相公，你不怕杀腿啊？娘娘，参问先生芳心善良，现在念想辛苦了，还不仔细关心，你们细细去。强子，娘娘我在生气你。是啊，谁叫你说话这么难受？我想这份事情讲究我方，谁知道王爷会这样大惊小怪？娘娘慢一等，我说你呀。老百姓总是不给，董司令知道了一些，非要讲出来再痛快。以后呀，可要改改了。原来我再也不管多讲了。你们还在这里讲些什么？娘娘，刚才都怪我讲了不好。哪个怪你嘞？快起来吧！多谢娘娘。乔林子，我就知道娘娘是不会怪我的。娘娘，这桩事情怪不得个孩子的张小儿不好。怎么能怪他？要不是他，怎么会弄出这种事情来？娘娘，你哪不知道王爷已经派了私人教尉去捉那张小儿了吗？当时王子娘娘不娘，这是我是好，娘娘，是不是好？没什么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名字的名字取自他，乱世弟弟呀，弟弟，你能让人自己
的心。我
本草两般，本无关。我问问老臣人，足与丞相龙公卿，哪一个觉得我6万王？此生的君王从容。我要面见王爷。是本来了恩信有为，红天留下，因为他人不敬他。王爷，听不见金龙乱人将相配，真心同门来做他们。杨公卿，这些偏别真的我儿大不成。你们去，你是吗？曹文王，就多此一句，我心早也自张才就不轻易把情配，自闭人郎情为美，选一个文中长远，终亏。娘娘为父，姐姐是姐姐啊！臣去将来我娘娘是谁？君臣之义岂可一起呀？还请娘娘请说。罢了罢了，哎呀！恭喜我儿，恭喜我儿！今日早到，万岁赐予我儿上面宝匾。万岁言道：“待等明成年我儿先去无马，这上面宝匾就是我儿听凭之恩。让我儿要好好珍藏啊！”儿啊，今日私更之本去东岳庙念想，到中内位路上辛苦了啊！在庙中见到了什么？儿啊，见到了什么？好，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！儿啊，此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可曾见到他？他可能见到你？好，下文你将
娘子哪里我千刀万剐，万剐千刀是，你儿把他犯罪了。儿啊，这是为什么？弟弟用的，他是一个乡下想想我赞他不得。弟弟只为了娘孙之命，心里我俩一不了，到了终究是他是一个小道子。你就不给妻女将他报应？似乎到忠贞相助，深深的镜子，纵然不问的了，也给官司上根。好像女儿看谁一条，张权王王安宁乡，才王把出去问那小不小跑，民族王公的愚昧。怎能够娶你之人皆用啊？他不弟弟娘娘传出去，把王家的尊严一旦逃，而一面上扫光彩，为母也要谁笑？原来爹爹是为了争气，这不是为了为的哟，为人才是好生命，今日切莫无乱云，常言他是真是鬼，曾经从死去。世间谁看清？一日为母多邋遢，女儿你做事太狠心。巧妹有泪，但愿我为他去。孙娘也。王爷，我来问你，那个年轻乡民姓什么名字？生意方对了，王爷你再问他做什么？你我讲，他叫张小儿，家住哪里？是在什么？哈里哈达，手哈是在什么？哈达门外，哈里木头。哦，哈达城。什么哈哈？哦，哈达门外，哈里木头，哈达城。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家人才，你的四个名叫做运到哈达门外，哈里木头，哈。哦，无里无图，嘿，领导哈大文化，哈里无图，哈大成，将那救命张小儿砸来接我。是，哈达门外，哈里无图，无里无图。小儿张小儿。你让老夫考得无里无图，老夫就叫你死得无里无图。
是光会用眼交菜，真是无名啊！王爷，我医生来了。令他进阶。是，哎呀，弟弟，有心事还是你。有病怎能不可一可？请王爷。大了，先生请。那是娘娘7岁有病啊！哦，那是娘娘7岁有病啊！对，小玉有娘娘7岁爱嘛啊！牙关唧唧，我这里有很多良心，请会对娘娘7岁的梦想母亲啊，做红油了啊！知道。做红油了。知道。先生啊，你娘娘7岁看病，可要谨慎仔细才是哦。请王爷7岁放心，须是与娘娘7岁看病，就是与平民百姓看病吧。小姨当绞尽脑汁，费尽心血，哪怕是风声闪过，遇到的病人处理哦。娘娘7岁的病源，你要推敲得准，千万不可乱下定论哦。不小王爷7岁吩咐，小姨是有证此讯，事情嘛是30海哦，事嘛是32定哦。我是今日也自己铭记在心，非是小姨在你王爷面前夸口，不能他比小比。聪明气明，我是你来自真火。先生，你才跟我说了。我们的人快点醒啊！娘娘，有病无病，你帮医生看一看就知道了。好了，看王医生，娘娘说你什么病？私下飞行，私君飞君啊！哎呀，娘娘7岁，没吃辛苦。哎呀，请王爷您请高兴，您请先生，听先生的，我儿事情已经私下陛下，事情可能太为儿生气，为儿小，我比真的得了什么公平了啊！哎呀！都在那个城寨底下的张小儿下来的下小来了。我进宫责令升朝，奏王爷。王爷，万老夫了。这到底是什么病啊？一位儿小。
姐呀，你可知我在相思